為着你一節次。請問您是？有眼不识泰山，快讲如歌。我听说你会唱那个《白蛇传》，我出300，你给我来首《千年等一回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歌我不会唱。500，来一首。这歌我真的不会。不过脸，1000。这歌我会。这不就得了吗？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你演。如果怎么办？说话怎么办？啊！我过去打那么多人，打就打，哥。过去打个招呼，化解一下。打个招呼。这个是。大点声！我不会呀。我劲爆！别！冷静！干嘛呢？说这儿有人打架斗殴。没有，我们是那个切磋嘛，演那个《白蛇传》，那个青二就那个。行了。